大家好，喺我哋學校有一位熱心參加公益活動嘅老師，佢經常鼓勵同學服務社群，透過公益活動幫助有需要嘅人士。今日好榮幸可以邀請到呢一位任教地理科同通識科嘅沈柏成老師接受訪問。係你好，沈老師你好，我知道你曾經參加過單車助學行路上廣州同渣打馬拉松嘅活動。咁我想問你啦，老師嘅工作咁繁忙，咁點解仲要抽時間嚟參加公益活動呢？其實咧，我哋嘅工作咧真係好忙嘅，但係咧好多時都要你有個心諗住就你等低個工作一段時間嘅時候咧，你就好想參加啲活動咧，令到你暫時放輕翻啲先。其實我覺得有一樣嘢就好好咧，就一個減壓嘅，因為我哋都知道老師嘅工作好繁重啦，好壓力好大啦。咁如果藉住呢個活動咧，可以暫時放低一下嘅時候咧，個壓力舒緩到咧，其實對我哋身心都有益嘅。咁我知道你曾參加過嘅公益活動咧，全部都要付出大量嘅體力嘅。咁點解唔淨係捐款就算，仲要消耗體力嚟去捐款呢？其實話説咧，係嚟自今次嗰個暑假咧，我就參加咗苗圃嘅絲路單車助行。咁呢一次咧，我覺得係好有一個好好機會咧，挑戰自己嘅。因為以往我未試過踩單車，踩一個咁長嘅路程啦，同埋一個咁嘅天氣底下啦。咁我覺得挑戰咗之後咧，我覺得有一個感覺就話好似一個中國人嘅話齋就話咩叫做身體力行咧呢幾個字。咁我自今次開始咧，我就覺得我哋除咗捐錢之外，其實我哋可以身體力行。咁我想問啦，你又點樣訓練自己應付參加消耗體力嘅活動？你又如何堅持完成一次又一次嘅旅程呢？其實咧，我覺得每一次嘅活動咧，都會有一個主旨嘅，就話因為我自己中意運動啊，咁同埋好似上一次踩單車，其實我平時唔踩單車嘅。咁但係踩之前咧，我會做啲預備功夫啦，譬如去練下啦，或者問一問踩單車嘅人士啦。其實從中可以學下一啲活動。咁譬如好似我嚟緊11月咧，啱啱過咗有一個咧就係一個越野跑。咁越野跑咧，其實我喺大學嘅時候都有做過，但係其實都好耐冇丟低咗好耐。咁比嚟講話，如果我哋喺出賽之前，我哋有再訓練下、練習下咧，其實可以攞翻好多咧，譬如以前運動嘅嗰啲記憶啊，或者甚至乎學嗰啲新嘢咯。咁運動同埋慈善啦，都要需要持之以恆嘅決心。咁你同唔同意啊？我十分之同意啊！其實咧，我今次嘅活動咧，參加咗由暑假開始之後咧，咁我就同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咧，就建立咗一個 Facebook 嘅群組喎。咁而且我哋每一個月咧都特定咗一個活動咧去參加。咁可能咧就要四方八面有啲同學咧，或者啲朋友咧去同我哋揾一啲活動咧，就可以做善事得嚟咧，又可以挑戰自己嘅。咁呢個持之恆咧，就我哋暫定咗每一個月有一次嘅活動。咁樣咯。你以後仲會參加一啲公益活動，或者你之後仲有冇一啲新嘅計劃呢？其實完成咗11月份嘅苗圃挑戰12小時嘅越野跑之後咧，其實12月份咧有一個奧比斯嘅盲盒行嘅活動㗎。其實係由灣仔咧夜晚10點半咧行去淺水灣，朝頭早6點去到，咁其實都幾有挑戰㗎。另外1月份咧仲有個為咗綠色力量而籌款嘅呢個喺港島嘅環島行嘅。咁而家仲未決定咧係參加25K 定係50K 咁樣咯。咁而家要同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咧商量一下。咁好多謝你嘅訪問啦。唔該。